你現在在做的其實是錯的。你每次看到椰子被咬就拿起農藥，你以為這樣可以解決問題，但結果往往剛好相反。你有沒有發現你噴得越勤，蟲反而越多？剛處理完，看起來乾乾淨淨，過幾天又回來，而且更嚴重。問題不是你不夠努力，係你用嘅方法一開始就走偏了。其實有一個更簡單嘅方法，不用花錢，也不用一直重複處理。你每天喝完茶，隨手丟掉你呢個東西，只有用對方式，3天內就會看到變化。不用噴，不用殺蟲，稚子會慢慢離開。有些人甚至發現幾天之後，葉子幾乎不再被啃，聽起來很不可思議，甚至有點讓人懷疑。但問題是，為什麼這個簡單的東西卻很少人這樣用？你每天其實都在把可以用的東西丟掉，而你個東西很可能就是讓你不用再買農藥嘅關鍵。你有沒有發現你每次處理完蟲害，過沒幾天又回到原點？一開始只是幾片葉子被咬，你覺得還好，順手處理一下就行。但慢慢地動變多了，範圍變大了，你開始緊張，開始頻繁檢查，甚至每天都在看葉子。然後你去買了農藥，第一次用效果很好，蟲少了，葉子也恢復正常。但過幾天你會發現又開始出現了，你再噴一次，這次好像沒那麼有效。再過幾天情況甚至比之前更糟，你開始加重劑量或者換一種更強的，時間花得更多，錢也花得更多，但結果卻沒有真的改善。葉子變得脆弱，顏色不再那麼健康，土壤好像也變得怪怪的。你開始懷疑是不是自己哪裡做錯了，是不是澆水不對，是不是肥料不夠？但你越調整，問題卻越複雜。每天看着呢些葉子，心裏其實有點膩。明明只是想種點菜，卻變成一件需要一直對抗嘅事情。最讓人無力嘅事，你做了很多，但一切好像都在重複。出現問題處理，暫時好轉，然後再次發生，一圈一圈停不下來。但你有沒有想過，也許問題根本不在你做得不夠好，而是你一直在用同一個方法去解決一個本來就不該這樣解決的問題。問題其實不是你不夠努力，你每天在看、在管、在處理，已經比很多人還認真。但關鍵在這裡，你用的方法一開始就錯了。你以為只有把蟲殺掉，問題就會結束。你看到蟲就想把它清乾淨，但你忽略呢一件事，蟲從來不是突然出現嘅，它會來是因為環境允許它露射，是因為這裡適合它。你把表面嘅蟲清掉，但環境沒有改變，嗱，它自然還會再來，甚至比之前更多。為什麼會這樣嘅？因為你用嘅方式不只是在處理蟲，同時也在改變整個土壤嘅狀態。那些你看不到的東西其實更重要。土裏嘅微生物原本就幫你維持平衡，但當你一直噴灑強烈的東西，它們也一齊被影響，有些消失了，有些變弱了。原本可以抑制蟲嘅力量慢慢不見了，結果變成什麼？蟲更容易生存，植物反而更脆弱。你越想控制環境就越失去平衡，最後變成一個循環。你處理一次環境變差一點，再處理一次再變差一點，久了之後你會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明明你什麼都做了，但情況卻一直在往反方向走。所以問題不在於你做夠不夠多，而是你一直在用對抗嘅方式去面對一個應該用調整來解決嘅事情。真正有效嘅做法不是把蟲全部消滅，而是讓這個地方慢慢變成它不想低嘅地方。當環境改變，很多事情就不需要你一直出手。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看起來很簡單的方法反而能做到你一直做不到的效果。其實方法很簡單，你不需要再去找新的藥，也不需要買更強嘅東西。很多人一直往外找答案，卻忽略了家裏早就有嘅東西。呢個東西你幾乎每天都會用到，用完之後你第一個動作就是把它丟掉，你從來沒有想過它還可以再用一次，而且用在土上效果更明顯。呢個東西就是茶葉渣，聽起來很普通，甚至有點讓人懷疑，一堆泡過的茶葉怎麼可能比農藥還有用？但關鍵不在於它是什麼，而在於你怎麼用它。很多人試過一次覺得沒效果就放棄，
問題通常不在材料，而是就係用法。太濕會悶住，太乾又沒有作用。鋪太厚反而變成負擔，鋪太少也看不出變化。所以你會覺得這種方法不穩定，但其實只有用對方式，它的效果會慢慢出現，不是一下子消失，而是從開始變少，出現嘅頻率降低，最後慢慢不再停留。這種變化很安靜，沒有強烈的對抗，沒有明顯的刺激，但結果卻比你一直重複處理來得穩定。你不是在消滅它，你只是讓它不想再來。這個差別很小，但結果完全不同。很多人會問，為什麼茶葉渣會有這樣的效果？不是因為它很強，也不是因為它可以殺，而是它改變了環境。你可以先想一件很簡單的事，如果一個地方氣味不對，濕度不對，觸感不舒服，你會想待在那裡嗎？蟲也是一樣。第一個是氣味，茶葉渣本身帶有一種很自然的味道，對人來說很淡，但對很多小型昆蟲嚟是一種干擾，它會讓它們找不到原本熟悉嘅氣味路徑。簡單說，它們不知道該往哪裡停。第二個是表面的變化。當你把茶葉渣鋪在土上，土壤的觸感會改變，不再是原本勤勤的表面，而是一層有點濕有點鬆嘅結構。對某些蟲來說，這樣嘅地方不適合停留和產卵。第三個是濕度，茶葉渣會留咗一點水分，但它不是積水，而是穩定嘅維濕狀態。這種狀態對植物和維生是好嘅，但對某些害蟲反而不舒服。第四個是看不到的部分，當茶葉渣慢慢分解，土裏的微生物會開始活動，它們不是在對抗蟲，而係在建立一個新嘅平衡。當這個平衡形成之後，某些蟲就自然減少了。你沒有做很多事，你只是讓環境慢慢回到一個比較穩定嘅狀態。所以重點不是茶葉渣很厲害，而是它剛好可以幫你把環境往對個方向拉回來。當環境變了，很多你原本要處理嘅問題就不再那麼明顯。這也是為什麼有些方法看起來很溫和，但效果卻很持久。接下來才是關鍵，同樣是茶葉渣，用對方法效果會完全不一樣。第一步，先準備材料，用的是已經泡過的茶葉渣，不要加糖，不要有奶，越單純越好。綠茶、烏龍茶都可以，重點不是種類，而是乾淨。第二步，不要直接用剛泡完的茶葉渣，通常太濕，夜晚有溫度，先放在通風的地方，讓它稍微散掉水氣，不用完全曬乾，只有摸起來不黏不滴水，大概放4到8小時就可以。這一步很重要，太濕容易悶住，反而會讓表面發霉。第三步，整理土表，不用翻土，也不用清得很淺潔，只要把表面稍微弄平，讓茶葉渣可以均勻鋪開就好。如果有大塊枯葉，先拿掉，避免堆積。第四步開始鋪，把茶葉渣輕輕鋪在土的表面。記得一件事，不要直接壓在植物嘅根部，留一點距離，大概2到3公分，厚度控制在0.5到1公分之間。太厚會悶，太薄效果不明顯。鋪嘅時候不要堆成一團，要上一層薄薄嘅覆蓋，這樣空氣還能流通。第五步，補一點水，鋪好之後呢，輕輕噴一點水，不是要叫濕，只是讓表面穩定，保持微濕的狀態就好。第六步，選時間，最好在傍晚和早上太陽還不強嘅時候做，避免中午高溫溫度太高會影響分解嘅過程。第七步，觀察與調整，前2天不需要做太多事，只要觀察就好。如果表面變得太乾，稍微補一點水。如果出現白白嘅霧狀，代表太濕，下次就減少用量。第8步，持續使用，前1周可以每2到3天補一次，讓環境慢慢穩定。之後可以拉長到1周1次，不用每天做，也不需要大量。這個方法重點是穩定，不是強烈。很多人失敗不是因為方法沒用，而是做過頭，鋪太厚、太頻繁，或是太精緻。你只要記住一件事，不是你去控制蟲啦，而是讓環境慢慢變成一不想待嘅地方。只要方向對了，後面的變化會自己出現。當你開始這樣做前1-2天，其實不會有太大變化，表面看起來好像還是一樣，
但到了第3天左右，你會開始注意到一些細格，原本常出現嘅從數量變少了，不是完全消失，但出現的頻率明顯降低。頁紙上新嘅繞痕已開始減少，再過幾天你會發現一個更明顯的差別。你不用再一直檢查，不用每天翻頁紙走蟲，很多時候你甚至會忘記這件事，因為問題沒有再反覆出現。頁紙嘅狀態也慢慢穩定，顏色比較自然，不再枯好枯壞。新長出嚟嘅頁紙比較完整，邊緣也比較乾淨，圖樣表面看起來也不一樣，比較鬆，比較有生命嘅感覺。你做嘅事情其實變少啦，冇有反覆處理，冇有緊張應對，也冇有額外花費。當別人還債想咗又不要再換一種農藥嘅時候，你已經不太需要去處理這些事，不是因為你更厲害，而是你換了一個方式，從一直解決問題變成讓問題不再一直出現。這種差別不會一下子很明顯，但一旦開始穩定，你就會發現事情變得簡單很多。不過這只還不是全部，茶葉渣的作用不只是讓蟲變少，如果你繼續用一段時間，你會慢慢發現土壤本身也在改變，表面不再那麼強硬，澆水之後水會慢慢滲進去，而不是停在上面。植物的狀態也會越來越穩，不是突然長很快，而是比較健康，比較不容易出問題。很多人以為這只是驅蟲的小技巧，但其實它更接近一種讓土壤慢慢恢復嘅方法。只是剛好你先看到的變化是蟲變少，但這裡有一個地方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也是最容易做錯的地方。如果這一步沒注意，前面做的那些效果會大打折扣，甚至有些人會覺得完全沒用。問題不在茶葉渣，而是在搭配，什麼時候用，用在哪種土，跟什麼一起用，這些如果沒有注意，效果會差很多。下一個關鍵不是再多放一點，而是怎麼讓它發揮真正嘅作用。你每天用完嘅東西其實不只是垃圾，很多時候只是放錯了地方。你以為有花錢才有辦法把問題解決，但有些方法一直都在你身邊，只是沒有人提醒你它可以這樣用。茶葉渣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但當你開始理解怎麼讓環境慢慢改變，你會發現很多事情其實可以更簡單，不用一直對抗，也不用一直處理。只有方向對了，後面的變化會自己出現。如果你想把這些方法慢慢用在自己的陽台或是家裏嘅小菜園，記得訂閱。之後我會繼續分享更多這種不用花錢但真的有用嘅做法。